多年，才来拄着你，今日的后声，千里传到这，海海人生路，谁人来听惜？亲像我安尼，人人会当幸福，祈求一家有希望，我拢守护。牵手行咱的路，实现伊的梦想。自细娘娘，请你守护。今日的后声，千里传到这，海海人生路，谁人来甲咱听惜？亲像我安尼，人人会当幸福。一家有希望，我拢守护。牵手行咱的路，实现伊的梦想。自细娘娘，请你守护。听头来为着伊，我甘愿合将长跪，直到天明。心肝内，伊在祈求的摇笑声，亲像我安尼，人人会当幸福。祈求一家有希望，我拢守护。牵手行咱的路，实现伊的梦想。自细娘娘，请你甲咱守护。缘分来到你我之间，手相他，情丝乱。有影相相，无影自遮。牵一半行，梦刺强正，总是会有一天，人会看天开月影。后暗，搁遐水凝配小我。祖先娘娘啊，多谢你的宝贝。面，巷仔灯火灯，孤
心这多年，才来拄着你，今日的后声，千里传到这，海海人生路，谁人来听惜？亲像我安尼，人人会当幸福，祈求一家有希望，我拢守护。牵手行咱的路，实现伊的梦想。自细娘娘请你守护。今日的后声，千里传到这，海海人生路，谁人来甲咱听惜？亲像我安尼，人人会当幸福。一家有希望，我拢守护。牵手行咱的路，实现伊的梦想。自细娘娘请你守护，听头来为着伊，我甘愿合掌长跪，直到天明。心肝内，伊在祈求的摇笑声，亲像我安尼，人人会当幸福。祈求一家有希望，我拢守护。牵手行咱的路，实现伊的梦想。自细娘娘请你甲咱守护。缘分来到你我之间，手相他，情丝乱。有因相想，无因自责，牵一半囝问刺强正，总是会有一天，人会看天开光影影，后暗搁遐水领配相偎。祖先娘娘啊，多谢你的宝贝。面，巷仔灯火灯，
心这多年，才来拄着你，今日的后声，千里传到这，海海人生路，谁人来听惜？亲像我安尼，人人会当幸福，祈求一家有希望，我拢守护，牵手行咱的路，实现伊的梦想，自细娘娘请你守护。今日的后声，千里传到这，海海人生路，谁人来甲咱听惜？亲像我安尼，人人会当幸福。一家有希望，我拢守护，牵手行咱的路，实现伊的梦想，自细娘娘请你守护，听头来为着伊，我甘愿合掌长跪，直到天明。心肝内伊在祈求的摇笑声，亲像我安尼，人人会当幸福，祈求一家有希望，我拢守护，牵手行咱的路，实现伊的梦想，自细娘娘请你甲咱守护，缘分来到你我之间，手相他，情丝乱，有影相相，无影自遮。牵一半行问刺强正，总是会有一天，人会看天开月影，后暗搁遐水领配相偎。祖先娘娘啊，多谢你的宝贝。面，巷仔灯火灯，
多年，才来拄着你，今日的后声，千里传到这，海海人生路，谁人来听惜？亲像我安尼，人人会当幸福，祈求一家有希望，我拢守护，牵手行咱的路，实现你的梦想，自细娘娘请你守护。今日的后声，千里传到这。Hello， 大家午安，不好意思，我刚好有事情，对，原本要开台了，但是就是那个有一些公事，突然那个电话稍微聊了一下之类的一些，对，哦，好忙哦，天哪！大家午安午安，来，你们先帮我听一下猪猪的音质还可以吗？开场先练个5遍吗？后面就可以放心。别这样，就是死线超人朱蒂卡，我也像只剩今天跟明天可以开台了。我就这2天，哇靠，赌天哪！我就赌这2天是不是有其中1遍可以唱的，就是很安心的、很安详的，我可以投过去我们的这个奖项的部分。不愧长官，你们都还在讲什么干话？我刚刚一直想要开台，然后其实我是边讲电话边在看你们聊天室，然后就觉得哇靠，干话王又来了！你们这群干话王！午安午安，哦有 echo 不好意思，那我先把 echo 关掉一下，等我一下哦。现在这样子呢？现在这样子是有 echo 的部分吗？你们那边有听到沙沙沙的声音吗？应该是没有吧？沙沙沙沙，电音猪猪电音哦，很大的环境，有很大的环境跟 echo 啊。糟糕，我看一下哦，是什么东西又跳掉了吗？那现在这样子呢？现在这样子还 OK 吗？现在这样还 OK 吗？像正常了吗？哦，好哦。好，那我再试个东西，你们等我一下。这样子呢？这样子有 echo 吗？我像是把 echo 开起来的状况，这样子是有 echo 的状况吗？没 echo 就算了，就这样唱也没差。哦，因为最近这个设备调来调去是我也不太懂，对。然后大家的音质没有怪怪的就好了。好，我现在很像是已经把 echo 开下去了，但是大家有听到 echo 吗？若有似无，零，所以 echo 零的感觉吗？0，好，感觉应该是没听到 echo。但是这样环境音很大，对不对？但是这样环境音很大，然后有 echo， 对不对？有 echo 了，但是环境音很大，这样对不对？啊，奇怪了，原本开的也没有很大，所以不确定。等一下，其实我现在也不太了解。好，这样子应该比较 OK 了吧？而且echo 的声音吼
echo 的声音的部分，其实今天应该也调不出来了，应该 maybe 我在想，所以就大概是这样子吧。有环境音也不错，真的假的啦？还有一个是不是蜘蛛椅子的声音？有我的声音。你说环境大部的说，很像在浴室唱歌。那等一下哦。好，你们等我一下，我看一下设定是不是有跳掉。我不确定设定有没有跳掉因为今天如果是平常唱歌就算了，但是因为今天可能有一些片段是要丢去参加奖项的吼。有风扇的声音吗 ？Oh my god！ 等一下哦，完蛋了，我现在又不太懂要怎么去调整了。等一下哦。好不确定，这样可不可以哦？大部说听起来像在浴室在唱歌。好，其实我是进化3D 猪猪。等一下，天哪，又是设备，天哪，哦，设备真的好可怕哦。慢慢调，谢谢，不好意思，等我一下哦。Oh my god！ 我像脑袋一直在打结，因为好多事情，而且最近其实重度的睡不饱。好，我现在又把我现在又把 echo 关掉了。我现在又是把 echo 关掉的状况。对，那目前还是有奇怪的环境音吗？还是说有伴奏的话就还好了？你们先听一下哦。猪猪日常精明干练。你们先帮我听一下。对，又是碰趴。我碰趴真的会写进去那个金咪讲的那个企划书里面。做些牛牛啊，多谢你的宝贝。好听吗？这样可以吗？好，也就是说，如果有搭伴奏的话，基本上是不影响。这个是没有 echo 的状况，对，这个是没 echo 的状况。然后，等我一下，然后这个是有 echo 的状况，对，有 echo 的状况，目前听起来也还 OK 吗？我一样把伴奏，好，这个是有 echo 的状况哦，虽然说若有似无，再麻烦大家了。最近设备调到我整个也头昏脑胀。清风下过面，我练习一下。巷仔灯火顶，孤身这多年，才来拄着你，今日的后声，千里传到这。海海人生路，练习哦。啥人来听惜？调音一下吼。亲像我安尼人讲会当幸福，祈求一家有希望，我努守护。牵手行咱的路，实现伊的梦想。自然牛
娘这里思乎啊，好安详哦。最近又没睡饱，祝生娘娘，请你赐福，让我睡好觉，请赐福。今日的后声，千里传到这，海海人生路，啥人来甲咱听惜？亲像我安尼，人讲会当幸福。祈求一家有希望，月老守护，牵手行咱的路，实现伊的梦想。自细娘娘请你思乎，听头来为着伊，我甘愿下将长跪，直到天明。心肝内伊在祈求月娘就请好，亲像我安尼，人讲会当幸福。祈求一家有希望，月老守护，牵手行咱的路，实现伊的梦想。自细娘娘请你甲咱思乎，缘分来到你我之间，手相他，生死恋。有因相想，无因自食，惨一寡囝梦醒强正，总是会有一天，咱会看天开月影影。后红，搁遐一领被烧自细娘娘啊，多谢你的宝贝。我喏，有香，我喏，有香，我喏，有香。对不起，我刚刚闭眼睛努力背歌词的状况下，所以我好像还没有看大家聊天室在讲什么干话哈，我们看一下。这几天都在跟猪儿子玩吗？他骚吗？我家猪儿子很乖的，对，有点骚，不是？对，他很乖的，只是有点骚。在讲什么？应该是耳朵坏了，其他交给其他面线嘛。不好意思，连我自己耳朵也坏，我自己耳朵没有好过。这3年来完全就是一个耳包猪，完全听不懂那些东西。加上伴奏应该是没问题嘛，谢谢。然后有 echo 也正常嘛，听出差异嘛，谢谢沈月。然后不知道为什么放原唱，又在讲干话，不是啦。好了，我刚放原唱啦，我懒得唱歌了，可以吗？刚刚因为太忙了，早上在弥留，不想唱了，直接放原唱好不好？自暴自弃，对，很安详。只不过怎么没有把 PV 放？对，没有错。对我刚放 PV 的。开关先生，你在压什么啊？对，汤包哥目前刚刚试唱一下。蒲西米亚老师，谢谢过来，谢谢你们。然后谢谢汤姆先生，走过路过不要错过，欢迎来到迪卡的频道。除了有杂谈之外，还有歌杂绘图。
台语推广哈，台语原创，然后谢谢汤姆先生根本原唱吗？对我 OK， 我今年度我的目标也是要超越原唱，超越那个卡甲的原唱，卡甲好难唱，你看到秀的第一周就那种语言障碍啊，对，就是我其实常常跟大家讲说我的台语其实真的不是很好，所以你们看到那个很出那中才的那个对，就中才其实很中风。刚刚是播第5次，对，不好意思，我播了第5次，对，被你们发现了，超越原唱真的好听，要跟原唱一起合唱对我期许可以跟卡甲的原唱一起合唱，谢谢。一来就用青蛙叫你们知道我在唱哪一个部分吗？我的那个应该知道那个时候我努力的在跟尹春娜中才学的那个音在哪里了哈。嗨，我要斯密达塞深红，好，要睡觉，好好的休息，安详的去吧。迎合我们今天，你有没有看到右上角的圣光？是祝生娘娘赐福啊！祝生娘娘家里舒服好和煦的阳光啊！就这样子，安详的闭上双眼，什么都感受不到，最幸福。最温暖的阳光，这道圣光包覆着我，睡去吧。子孙有友好吧？有代代出中完吗？对不起，我们现在那个正逢农历7月，我不要乱开这种玩笑。我们明天是农历中元普渡歌会哦，请大家一定要来哦。然后台南的徐美炫想邀请 Beach 办线上，真的假的？真的假的？有兴趣，台南可以，可是我要怎么去跟接洽的窗口在哪里？如果他们不嫌弃我的歌单基本上就是都抬到不行的东西，因为不晓得他们要的东西是什么。对，跟原唱一样吗？好，上主狂喜，好谢谢。对，志向就是超越卡甲的原唱，原唱，下属。贝里你好，伊拉塞，我刚太忙了，所以我那个置顶的连结帮大家找一下，你们等我一下哦。好多事情哦。祝生娘娘家里舒服。来，我们的挖贝募资专案倒数最后一天了，好，时间过得好快哦。我看一下我们的挖贝募资专案基本上就是在明天晚上的11点59分，然后跨后天的凌晨0点0分就结束了。其实我们的募资专案是在28号的0点0分，就凌晨的0点0分结束。但是我是希望说，担心大家搞错，所以我还是把时间设在8月27号的晚上11点59分，比较来得及。如果就刚好您在存最后一笔金，或者是最后想给猪猪什么惊喜，想吓死我，听我啊尖叫，或者是呱呱叫之类的，对，欢迎把握最后一天，我们把它丢起来，募资起来，只要250块，就可以赞助本频道这个非常非常非常台味的专案哦。然后就是姐姐真的吗？会很特别吗？谢谢黑羊羊，我也这么觉得因为就没想到历年来唱的一些歌曲，就是拼拼凑凑，我们真的中原普渡歌会还真的有办法开起来。谢谢，就是前阵子 DC 就是大家在帮我收集这些歌单，谢谢他娃帮我整理起来，也谢谢小喵喵有在帮我就是算那个还有没有什么其他歌可以拼拼凑凑的一些中原普渡的一些歌，然后谢谢大家，还有谢谢水莲宝贝一路ありがとう，然后Andy 先生伊拉下，然后刷落来，时间真的是过得好快，3个月超快的，超级快啊！怎么时间过这么快？然后每天睡不饱，好可怕！困没饱，困不饱，您刚才 ，Oh my god！ 好来，我们刚刚试唱一下，然后一直到目前为止，声音品质还 OK 吗？
一个个的手，因为我现在监听不敢打开，因为我监听打开的话，基本上就大家可能会听到很嘈杂的声音。对，所以我目前监听我就先暂时关掉好了，但是不会影响唱歌，不用担心。对啊，这位是啊，我看一下阿航吗？航先生，阿航先生いらっしゃい，初见安安，欢迎来到朱迪卡的频道。不晓得这个初见是来自于我们原创曲的演算法，还是你刚好走过路过，不晓得为什么就点进来了。来，阿航先生，来都来了，250块赞助一下，谢谢。好了，开玩笑的。我们刚好我们的募资专案已经跑到最后1里路喽，对，也谢谢大家替我们解锁。然后我们现在我修正一下数字，现在的数字好像不太正确。来，你们伴随着我们娘娘一开始帮我们做的这个助声的 demo 带，我先稍微改一下哈。然后我们谢谢娘娘帮我们做的这个 demo 带，之好听的。好，你们听一下哈。让娘娘的这个助声的 demo 带先陪伴一下大家，钢琴版本的助声，然后这个时间我来改一个这数字来到到822082块，水开啦！来啊，最后1里路了，120个人的赞助，不晓得最后一天是不是还有办法再冲一波？对，但是呢，很谢谢你们满满的能量。体力烧干了，但是很踏实。然后也谢谢这2天也是陆续加入的面线以及米鹏鹏的困困的留言，让我真的觉得好感动哦。对，超级感动，真的感谢822082。现在您的线上专员朱迪卡得过在吗？帮您更改一下。来，我刚忙到我连3枪都还没登录进去，您等我一下，马上好哦，等我一下。啊，看一下哦，是无损因子吗？募资活动直到哦，谢谢小天，刚傻，是的，募资活动直到明天27号晚上11点59分，只要对250块，250块能250块。250円，250円でございますね。小小的支持猪猪不能停，想要被亲手揍一拳哦，是，要和我搏一棍。吼，的朋友来7500块，7500块，吼传起来，吼传好势。来 VIP 门票，吼3200块，3200块，总共只要11500块，11500块就会用和我整一棍咯。刚下小天，谢谢，数字都帮我站好了。我最近练拳练到我的拳蠢欲动吼，你各位快点，好想揍你们。突然发现去神官方那个套组没了，也可以用。哦，什么？汤瓦，你发现了什么？猪猪现在脑袋转圈圈，好像神官帽那个套组没了，也可以用250的进去再打金额的啊！什么？汤瓦，你发现了什么新大陆？是高清音质，对，来都来了，是，阿航先生来都来了，对但我觉得阿航先生被吓走了，呱，福利熊，呱，福利熊，呱，冲吧，是，等一下。牛妈又来讲干话，牛妈一拿下，然后旋风冲锋，不是他吧？我觉得今天的阳光可以再更加的和煦安详。这不是我家猪儿子吗？猪儿子，那个刚刚汤包哥说你好骚，是怎么回事？就汤包哥说，最近跟猪儿子在玩，他说猪儿子好骚，然后我就。顺势的回了一下说，哦，对我家桌子很乖的，然后对比较骚，有点，只是想要赞助なるほど，谢谢他哇 ，Good job， 好棒，你们果然都是我的行销专员们。对，这个39万的唯一一组套组虽然说没了，对，但是如果说你还是想拼看看39万的话，哇，那个专案的那个淡薄 Kiwi 的那个250也可以加码到39万哦，谢谢大家。对，套组没了，但是可以用250块无上限增加我们的募资额。是，你们真的是我专业的行销专员吼。自改套组金额赞助啊，是，对，当然您觉得如果39万对你而言太少的话，你可以赞助那个100万也是可以。天价。好啦，等一下，我3枪还没登录，我又在讲干话了。
然后啊，我们这首原创曲昨天在下午5点跟着大家一起降落到首播的待机室，一起共同欣赏的这首歌，真的很开心很感动。然后也感谢已经陆续留下您的反馈的各位朋友们、咪朋朋们，或者是走过路过的你们，谢谢你们，反馈不嫌多，欢迎多多留给我们，就是你们听完的心得跟一些感想。就不只是猪猪，我们的团队其实大家都会去看，大家都很开心可以看到大家的反馈哦。请不要吝啬你们的文字，动动你们的手指，刚问刚想都啦哈。但呢，我的3枪进度条今嘛跌了多位嘞啊，跌加了。我现在是822，哇这起啊，82082吼。好，82082这个数字我修改一下。822-082，好。好。好，822-082这个数字，来，我现在马上移过来帮大家修改一下。没有问题的话，待会就快把这首歌无限巡回的唱过一遍又一遍，看看哪一遍是最可以超越我们卡甲原唱的那一遍，我们就把它丢出去。不对，但大致上大概明天还会再唱啦。但是希望今天就有不错的那个呢，就跟那个超越那个卡甲原唱的那个的那一 part。对，来，谢谢我们数字正式修改为贝仔里曼冷清贝仔里扣的哦，谢谢你们大家。然后看一下聊天室后，好，我要福生生意拉下，谢谢你们。那我刚刚唱歌的，不管是音质还是伴奏的大小声都还 OK 吗？需不需要做调整？就毕竟要丢出去的东西，就可能稍微的要比较龟毛一点。然后今天我相信大家都很适合何许的阳光，我帮大家调整一下哦。这个何许的阳光实在是好何许啊！在套中岛在套中岛呢。这样就热的这样套中岛这里头真正就阳的套中岛。这里头真伤阳啊！等下。套中岛呢？等下，我调整一下。这套中岛真的，哇靠！哇，这已经不止阳光何许了，这我靠，怎么回事？等下，好，然后，哇靠，套中岛阳光何许到不行。我记得它有一个可以调阳光。日差し祝生娘娘怎么被冻到了？等一下哦。来，我们今天就是很安详、很和煦的，带着祝生娘娘的圣光。这2天大概，明天中原普渡歌会啊。等一下，这个洞府有点大。等一下哦。有了。日差し出てました。这套中岛，等，从这里吗？阳光直射，来，来，我们娘娘的圣光，我们祝生娘娘的圣光，好。等一下，祝生娘娘来了。等一下，欧登先生，宇宙大小好妹，大姐已来下，然后等下我再调整一下好了，总觉得可以再更加的安详和煦。等一下，我觉得这样光好像有点太亮了，等我一下哦。可以，这样子。好，我们保留圣光，然后再把饱和度稍微调高一些。这样子 ，OK， 谢谢祝生娘娘，感谢你的赐福。对，我们今天这一场练习歌会，基本上满满的那个祝生娘娘赐福的这个满满的圣光，相信会很安详的接续到，就是我觉得可以超越卡家的那一趴。对，祝生娘娘来了。一来就赛贤珠很需要。刚那亮度可以开在对，明仔载对，中原普渡的歌会，
很多梗呢，你们要不要这么多梗啊？哦，真的里头就养哎，有哦。而且啊，说真的啦，我这个《祝生娘娘》这首歌，我真的要特别感谢 YHL 老师制作成一个我觉得这个算是有给大家一个惊喜的一个算是起承转合的一个分镜吧，因为他并没有把《祝生娘娘》在一开始放出来，对，他是选择最后再让大家一窥这位祝生娘娘到底是谁最安怎。这个是我心目中的祝生娘娘。我心目中的祝生娘娘，她长得很像范冰冰，而且神明应该是与时俱进，对，与时俱进的。也就是说，对我而言，我常在想象神明他们在办公，其实现在我们这么高科技的这个年代、这个社会、这个世界，他们一定也是有每人 iPad 人手一，就是配备 iPad 啊、平板之类的。对，因为这么多人向他们祈愿，这么多人向他们诉说可能一些愿望啊，或者是一些甘苦之类的。他们如果没有平板，没有高科技去做辅佐的话，他们要怎么帮我们完成这些心愿呢？你们说是不是？所以在我心目中的这些神明们，不止祝生娘娘啦，他们其实应该跟我们人类一样，都是坐在办公室办公吧。我常常在幻想这些事情。滑手机可以理解。为什么是范冰冰吗？因为其实这个祝生娘娘，我是一直觉得啦，那个时候那个范冰冰不是有主演那个《武媚娘传奇》吗？我那时候看的就是哇靠，就是我心目中的那个祝生娘娘长这样子。就很妙，对不对？不是我们不是台湾的冰冰姐，不要这样。两位虽然说都是冰冰，对，但是我们就是这个两位冰冰擅长的这个路线不一样，好不好？是不是？是春妮姐姐伊拉塞，春妮姐姐安安，春妮姐姐也来了，对，名字叫冰冰都很漂亮。像我们台湾的冰冰姐也是马西就碎耶。真叫俄罗斯大忌听得范冰冰的这样，别这样，反正同样都是冰冰事业都是做很大。当那道光打过来，难道你是祝生娘娘？就对方回我是你阿嬷，快回去，时间都没了。对，不是，水玲，你想成白冰冰是吗？我说的是范冰冰啦。就是《武媚娘传奇》，我就觉得那时候看到她，不晓得为什么就心中联想啊，我心目中的祝生娘娘应该是长这样子，就很跳动，你知道吗？对啊，所以其实，在我们原创曲结束之后的那个快闪杂谈，来不及讲到这一趴啦。其实，应该我在想说，或许这个祝生娘娘可能只出现了几秒，真的是只有几秒而已。对，然后也感谢 YHL 老师把这个最后的一个。我所谓心目中的祝生娘娘放在后面，我觉得是一个很有震撼力的东西吧。但虽然说这首歌是柔柔和和的，但是也让大家了解一下，我心目中的祝生娘娘是很高科技、很美貌的。对，台湾爱死长官真的，你的干话真的好赞哦！很合理啊，真的需要一个那个实体的形象跟是不是他哇？所以对我而言啊。刚好在连结今年度想要推广的东西，那这个祝生娘娘，我觉得就是一定要出现在 PB 里面，已经没有其他祝生娘娘可以取代她的形象。对我而言，她就是祝生娘娘，就是这样，很美，很高科技，然后就是就是很武媚娘。等一下，8月1号先生怎么把所有的冰冰都打出来了？没想到是武媚娘的形象嘛？我是参考了很多武媚娘的形象，然后把它画出来，这样。人家主持冰冰秀，我们在看迪卡秀嘛？啊，真心可以啦。那你迪卡，我虽然不是歌听秀，我也没有办法像朱大哥这么厉害，对，但是我努力的捡起一些可能我儿时的一些回忆啊，或者是台湾文化的这些有趣的东西拼拼凑凑进来，对啊。还有阿伟的冰冰，等一下，阿伟。哪一个阿伟啊？什么阿伟？阿伟，对，没错，薄荷。我们神明不止祝生娘娘，我觉得就连玉皇大帝一定有配备 iPhone 16，最高科技的那个全部都在玉皇大帝手里。对，好啦，这个是我想象中的神明啦。
大概是这样子吼。对于神明，对于人类的这些照顾啊，或者是一些可能我们所谓的一些很棒的一些巧合吧。对，我觉得不管是真是假啦，我自己是觉得说刚刚好就有这个契机，然后这首歌也是符合我想传达的东西，然后刚好制作团队也非常迎合猪猪想要传达的东西，就叭叭叭的一瞬间真的是就出来了。对，而且像目前大家听到的这个，就是当时我们还不晓得这首歌要放在哪一个歌名的时候，我就把它抓起来，我说这首歌绝对就是祝生了，对，就是大家现在所听到的祝生这样子。Kimo OK， 仕事頑張ってください。玉皇大帝2077，那2077是什么意思？好啦，时间来到1点25分，我觉得我今天不能跟你们拉迪赛太久。对，第一，我的那个唱歌扣打会被拉走；第二，再拉下去，我他妈到4点我还没唱。我刚只是放那个预录的啦，对，对我刚刚真的唱预录的，对，不能一直预录下去，对，好，好，大概是这样。那么我们总之原创曲昨天顺利公开了，那么还不晓得说我们这首祝生的样貌的朋友走过路过不要错过，来都来了，我们下方的那个资讯栏有我们第2首原创曲祝生的连结，点下去，或者是您来都来了那个募资网址 QR code 扫进去，扫进去，250块得当赞助起来，刚问刚下多大2025最新大作祝生话，祝生立轩连来讲干话。然后我今天原本想把聊天室也放进去我的直播间啊，但是我想说很像会挡住我自己，所以我今天干脆就可能我的聊天室我就直接不放进来了，对，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可以的话，我希望今天稍微可以有些满意的东西就可以丢出去了，因为我觉得今天先不管唱的好不好啦，我希望就是截取这样子的一个直播间跟待机室的样貌，把这首歌丢出去。对，因为我心目中的祝生娘娘就是要配合这首歌。对啊，当然如果是明天再截取也不是不行，只是明天要截取的话，可能我要换场景，好像也不是不行めんどくせえよ，めんどくせえやから時間がないわ，那时间没有啊。那可以的话，今天尽量先把它完整化哦。来啉一下水咧，可以，好，我觉得这首歌真的是好有魔力哦，它真的会让心情很安详好。我稍微深呼吸一下舒服。等一下，我又歌要打出来，然后又为什么又有救护车？我先关掉一下啦，那个什么麦克风。好，我们聊天室的丽轩被淡掉了吗？你不是一直都是被淡掉的状况吗？大圣光，对，因为明天有另外一个主题，明天那个主题丢出去不是不行，只是就超闹的。明天我的待机是会蛮疯狂的，我想说尽可能的就不要这么疯狂，你知道吗？就我们这首歌是很庄严神圣、安详和煦的，对，我们要神圣的这个待机室充满我们非常和煦的阳光圣光这样子的一个氛围接出去，对不对？明天那个中原普渡，我后面会基本上玩的还蛮疯的，所以想尽量不要。不让你们享受打嗝吗？大が断ります。贝普先生伊拉夏，维人你好，谢谢你们，我们募资来到最后一天了，对，就是会努力奋斗到明天的晚上，难得会开那个晚上想睡就是你们哄我睡台，不是我哄你们睡哦，是你们哄我睡台哦。对，我搞不好那个可能9点多开播，他马上就直接睡了，连抽奖都不抽了，太累了。可爱いらっしゃい。
你也是被淡掉是吗？不是，好，老师你，真的吗？我刚刚没有看到吗？不好意思，申し訳ない。好 ，OK，仕事頑張ってください，真心拜拜。圣光跟明天确实有打。对啦，那套丢到嘛，也当圣光啊，保护个人名誉嘛。对，今天是审，对，是不是？普西米亚老师，我们今天要竞审，我们很庄严的。然后明天咱点完坡朵也是歌会，我们对来吵闹一下，是不是？嘿，那睡得安详吗？好的，我们可以配合今天，真的是很和煦、很安详这样子。听说是要跪着听吗？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吗？哦，因为是神曲，神的歌曲。对，那要跪我们一起跪，好不好？木子过多，来等我一下，我先跪着唱。你要庄严，要庄严大。朱妮姐姐，牛妈又在讲干话。朱妮姐姐再次被拒绝。好 ，OK， 好，立贤，好，你们都好奇怪。我这3个月真的明显的感受到你们的性癖真的怪怪的。诸神娘娘救命！庄严大师，你们不要笑点这么低好不好？好啦，我要切我的那个来。而且大宝老师很像有制作2-3版不同版本的伴奏的部分，我来听看看。看那个不同版本的伴奏的部分啊，等我一下啦。看那个不同版本的伴奏，不好意思，那个我这么看嘛样的啊，不同版本的伴奏。KTV 有什么不一样吗？我们的 KTV 这个版本有什么不一样吗？不是，这一点都不 KTV， 不是，这一点都不是 KTV。等一下，这跟我想象中的 KTV 不一样啊！等我一下哦。对啊，这一点都不 KTV 呢，怎么会这样？不是，那一点都不 KTV 耶、怎么跟我想象中的 KTV 不太一样？他这个 KTV 是也太专业了吧？然后这个又是什么版本？我看一下。是原唱版本，原唱卡甲原唱版本 ，KTV 版本嘛，好 OK。KTV 版本还有附和音的部分呢，我们先来唱看 KTV 版本看看好不好？这 KTV 跟我想象中的不一样。你看春丽姐姐来了吼，怎么你又在？亲爱的，我在上班，终于在园丁出生。春丽姐姐当然可以在啊，对不对？有电音版的吗？怎么可能没有？但是我觉得会有机会啦，你们可以期待一下。3跪9叩吗？那个明天3跪9叩可能会比较麻烦一点，对，可能跪到腰酸背痛这样。今天以潜水，你翻过农民历，今天以潜水是吗？觉得很有舞厅的感觉吗？所以你们感觉是不一样的氛围，是不是？来，我们现在来再唱一次 KTV 版本后，看你们听起来的感觉怎么样？KTV 版本的，来，好，我们再一次哦，很安详、很庄重的，很庄严的，什么鬼？我先含口水。我确认一下音量。好行きましょう。我们要很庄严的、很神圣的来献唱这首歌。
谢谢祝生娘娘替我们赐福，很安详的，宁静的。清风下过面，巷仔灯火冷，孤身这多年，才来拄着你，今日的后声，千里传到这，海海人生路，啥人来听惜？亲像我安尼人，敢会当幸福？祈求一家有希望，我努守护，牵手行咱的路，实现你的梦想。自细牛牛请你守护。今日的后声，千里传到这，海海人生路，啥人来甲咱听惜？亲像我安尼人，敢会当幸福？祈求一家有希望，我努守护，牵手行咱的路，实现你的梦想。自细牛牛请你守护，听头来为着伊，我甘愿下将长跪，直到天明。心肝内伊在祈求月亮照赤，亲像我安尼人，敢会当幸福？祈求一家有希望，我努守护，牵手行咱的路，实现你的梦想。自细牛牛请你甲咱守护。缘分来到你我之间，手相他，心思乱。有因相想，无因自食，惨一寡囝梦醒强正，总是会有一天，咱会看天开月亮亮。后红，搁遐一领皮烧做啥牛牛啊？多谢你的宝贝。对不起，我今天这一边有老痰，好讨厌，老痰一直在打扰我。
不过就有合音的版本，我觉得我自己唱的还蛮开心的。松松老师你来了，谢谢你们大家在昨天我们原创曲祝谁下面的留言串留下了你们很多很多很棒的感想。松松老师今天想要谁帮你弄松啊？先修好伊拉夏，嘿嘿伊拉夏。就Tawa 的心得超感动。Tawa 就是稍微把卡甲跟助声的两个心得稍微把它做了一个，基本上就是我看了很戳我的，怎么讲，很戳我的一个感动的一个点。对，因为Tawa稍微分析了一下卡甲可能大概那个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跟心境，然后现在我们这首助声又公开，然后他又用另外一个角度然后来形容这首助声大概是什么样的感觉嘛之类的，好感动哦。然后松松老师很好听欸，不是很好听，松松老师也留下了让人家很感动的一个观看角度嘛。那些东西其实是我没有特别去解释，因为我觉得所谓的歌曲其实基本上被轻弹音吓到，对不起欧弟先生我刚刚就跟你们聊太多，我的老痰又出来了。所以就松松老师有看到我另外一个想表达的东西，因为我只是简单的讲到说可能少子化、高龄化跟独居老人的状况，可是我并没有特别去设定说性别是什么样。就是说可能这首歌到底是男性啊、女性啊，其实都是通用的。对，那么我是觉得其实这一首歌对于可能为了家庭奉献一辈子的可能长者们吧，长辈们，然后一生为家庭奉献，然后到老，然后可能会为自己的家族祈求，例如说子孙满堂嘛，一开始希望就是说可能早生贵子啊，子孙满堂之后，那小孩子长大之后可能会去跟月老祈求说希望他们有好姻缘，嫁好人家或者是娶好媳妇之类的。那这些心境其实基本上都涵盖了这首祝声这首歌。那一直到可能小孩子大了，然后可能另外一半先去当天使了什么之类的，然后那些心境啊，我们并没有把这首歌写得非常非常的绝对说它一定是什么样的心境，就是目前你们所听到的看到的是什么样的感觉，那个就是正确的感觉，就是所谓正确的东西。等一下我用我手机一直响一直被打扰，等一下害我没有办法好好的讲完对啊，我最近真的是太忙了有好多公事动态真的好好听吗？动态真的好好吗？我是觉得真的很开心，这首歌完全就是从歌曲面然后到 PV 的这一块都掌握得很好。对，因为其实一开始 PV 的状况并没有让祝生娘娘先出来，对，是在后面最后才出来这样子。对啊，反正就起承转合我自己都觉得真的是一首让人家觉得很安详很安心的歌这样子这两天用嗓过度了吗？每天都用嗓过度然后还睡眠不足，觉得你最近被好多人这首歌也是其中一首吗？谢谢浩浩老师的感受比较不一样一点嘛。好水灵宝贝，欢迎你分享你的感受。对，就是其实这些东西并没有所谓绝对的东西，你感受到什么你就留下这些反馈让我们知道，或者是让就是好，我们线上的吴昕老师也在线上。对吴昕老师你可以到那个楼下资讯栏，还有就是楼下那个留言串看一下大家对于这首歌的感官的一些心得分享，我很享受就你们可以尽量打多一点，然后让我知道说原来对于你们是用什么角度去切入，而且这首歌其实不同年龄层去看会有不同的感官，那个很正常。然后如果说今天刚好可能本频道可能有65岁以上的这些可能长者们，然后那这么刚好可能老伴已经去当天使了，那真的自己就是自己居住的状况，然后可能自己的家孙自己的子嗣可能又在外县市深造，甚至在国外深造，他切入的角度又会更加的深刻。对，所以说老中青三代可能看的那个观感是不一样的，但是我期望老中青三代都可以被祝生娘娘赐福好水灵宝贝
谢谢你们。最怕你们不留言，对，你们留的乐乐等，我们会很开心，好不好？对，越多越好哦，永远不嫌少。好，来，我们继续吧，祝谁。今天会有很多一连串的祝谁，或者是我们中间又穿插了，你是我的挚爱，也是我的挚爱。好，这很跳痛。好了，我们再来祝生一次啊！祝生，我们再来祝生一次，然后待会再来很热情的，等一下，待会再来很热情的来情绪转换。对，《挚爱》这首歌，哦。好，再来祝生一下。哦，像我其实把重点放在祈求祈福这件事情，可能每个人切入地方点都不一样嘛。对，就是这样子。也请你们尽量留下来，就是你们看到或听到这首歌对你们而言是什么，因为他们有绝对的答案。对，最好是有更多不同层面的角度去切入，会很开心。要像上次的萝莉神吗？你唱一首穿插一首祝生，就是我的歌单这么跳痛，基本上是有可能发生的哈。对，而且我刚看到松松老师，也很感谢松松老师，在我去年发行那个卡奖这首歌的时候，松松老师有特别制作吉他的版本，然后有放上去跟大家分享，真的超级感谢，超级的好不好？好，这首祝生呢，氛围非常的安详，但不晓得为什么那个左手边配合那个超度手指虎，嘿，基本上可以让您各位更加的安详，好不好？我们这个超度手指虎，不晓得为什么也是非常适合我们祝生娘娘来使用的啦哈。啊，至于这个超度手指虎，也迎合着就是本频道的这个募资专案哈，只要您有赞助我们本频道700啊，不是7500块好的这个专案哈，我们的超度手指虎令传起来哈哦，就有机会真的被揍一拳哈 ，OK 哦。朱蒂卡，我本人最近练拳练到蠢欲动啊，你们刑具自己准备好哈。最后一天倒数募资哦，欢迎大家支持起来吼。然后谢谢黑夜也加入了我们的募资专案了耶，谢谢黑夜刚侠。好，我现在的数字来到822332，我大家帮您做个整理哦。然后走过路过不要错过，来都来了，250块就可以赞助哦。我们最后一天了，最后一里路了，赞助起来吼。对，物理安详没有错，对，让我们祝生娘娘让你安详这样子，没事无止，保证走的安详。做乐谱神演上去就是值得嘛，谢谢松松老师，午安，这不是我们三哥吗？对，而且我跟你讲，我们威力教练真的有在第一台，他最近跟我讲说，来猪猪，那都要认真练拳啊，你不是要给他们一拳吗？我说教练你果然有在第一台，超有心的还安排拳击课是不是？7500块赞助起来啊！好来，我们再祝一次。哦，好安详哦。我们来安详一下，在这个氛围下希望我今天可以有机会唱好它。祝生超生是吗？清风下过面，巷仔灯火顶，孤身这多年，才来拄着你。今日的后声，千里传到这，海人生路，谁人来听惜？亲像我安尼。
幸福，祈求一家有希望，我努守护，牵手行咱的路，实现伊的梦想。自细娘娘请你守护。今日的后声，千里传到这，海海人生路，啥人来甲咱听惜？亲像我安尼，人讲会当幸福。祈求一家有希望，我努守护，牵手行咱的路，实现伊的梦想。自细娘娘请你守护。听头来为着伊，我甘愿下将长跪，直到天明。心肝内伊在祈求月亮笑车到，亲像我安尼，人讲会当幸福。祈求一家有希望，我努守护，牵手行咱的路，实现伊的梦想。自细娘娘请你甲咱守护。缘分来到你我之间，手相他，相思恋。有缘相相，无缘自这，惨一寡惊梦醒强正，总是会有一天，咱会看天开月后红，搁兄一领配小我。自细娘娘啊，多谢你的宝贝。我觉得我是唱到快睡着了。等一下，我被给禁掉。哦妈呀，我唱到快睡着，好安详哦。教练不唱了，也是面线。在威力教练就是出手赞助的那个当下，他已经成为面线。对，小号一拉塞，然后左手助声，右手超声，双声道。不愧是三哥，越来越有梗，很好哦。而且你们可能会听到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那个就是一开始大家可能会听到的是清风下过明，巷仔顶花林，孤身这多年，才来拄着你。这个还好，这个基本上没什么变。但是今日的后声，第一段我是唱，你们听哦，千里传到这。但是第二段我唱什么啊？第一段我是唱千里传到这，但是第二段我把它改成千里传到这之类的。对，所以其实那个就是我们当时
音乐团队在纠结的东西。对，因为其实就是可能台湾政治的老师们就说，迪卡这些千里不是千里，你都变成千里的话，就变成千年了，不是千里。我说哦，好，老师等我们一下，这个音乐性我们可能要大家这个就是拉扯的部分。嘿，会说这个我试着揪看看，对啊，但是就是可能我们就是对，还是音乐性也是要保持住，哎对啊，但是那个台湾老师他们会觉得说，希望我们可以把持住的是那个台语音调之类的，对吧？大宝老师你出现了，大宝老师你来下，最后阿琛也出现了，你来下哦，对，最近真的是对，不是这首歌超难唱，你知道吗？又偷偷对嘴，不是大宝老师，我真的没有对嘴，你相信我。我没有对嘴啦，你们应该可以听得出来啊！我第一段就是柔柔的，就是唱那个千里团告家，但是我第二段是唱千里团告家嘛，是不是？然后还有一个海海零星咯的这个部分，我第一段也是海海零星咯啊，对啊，但是这个又被揪了，迪卡这个不行，这个不能海海，这个是海海零星。我说哦，好好，老师你们冷静，那个没关系，这个之后我可能在自己唱卡拉的时候，我也可以把它唱不一样的一个版本啊，对不对？好啊，对，就是疯狂当润滑剂，你知道？疯狂当润滑剂，不是大宝老师，我真的没有对嘴，为什么今天你们都觉得我在对嘴？我没有对嘴，这首歌真的不好唱，而且我是觉得，其实这首歌因为很庄严、很宁静嘛，我如果情绪比较安详的话，反而我觉得比较有办法去 cue 到这首歌想传达的东西。对，如果今天就是太过于有元气，好，整个就是变成了这首歌变成卡架，你知道吗？有听出来吗？旋律跟歌词会打架，对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就是会拉扯的地方，也是很多台语歌会去拉扯的地方，这样子。对，然后还有就是中间那个听啊头来听头内，就是可能情绪起伏有比较大的那一趴。听啊头来为着伊，我讲完下就等归着到天明。这个是在我们原创曲的 PV 里面，大家听到的应该是这一版。但是那个时候我们有在纠结另外一版，就是我刚刚唱的“听头来为着伊，我讲完下就等归着到天明”。其实这两个很像都可以，对。那只是我自己本身的话，我是觉得如果今天我是现场演唱的话，我自己会比较喜欢后面感觉跨度比较帅啦。简单来讲就是现场去唱，感觉这个比较帅。但是两边其实应该都是可以的吧，大波老师？对，嗨嗨铃声之类的，好，所以这首歌啊，可以把它当成是第二首原创曲，真的是太好了，好安详哦。对，有没有看到我们右上角和煦的阳光？超级和煦。哦，而且最近真的是严重睡眠不足，我们真的是最后一里路了，最后一天了，要撑下去，超级，没想到3个月一下子就过去了。然后走过路过不要错过，来都来了，250块就可以赞助下去。虽然说我今天一整个很想睡觉，就带着住着娘娘的圣光，超想睡觉的。对，然后大宝老师，那个晚上8点可以那个讨论那个我们其中一首那个原创曲的方向 ，OK 的，有约好了哦，大概是这样。我怕我大家又忘记跟你讲，按时备电吼，按时备电吼。好，然后感觉像是 cover 其他人的歌的时候就不同诠释那样，只是这里是 cover 自己的原创曲。对，我立志要超越卡甲原创的，不是我立志要超越卡甲原唱的，你知道吗？人讲这一刻还人讲这人生海拢好行。老板明天终于可以不用看着你的补助计划书了吗？明天不用看着你是说到明天？可是我们明天是最后一天啊，明天要努力到那个晚上11点59分哦。当公教，让我想到某一首歌。好，我现在呢，因为水喝太多，我必须要先去装个水，然后摘个花，然后马上回来。现在呢，我们募资专案最后一趴了，你们只剩下
今天跟明天可以被蒙蔽双眼的吧？尽情的被蒙蔽吧，你各位，尽情的。开啦！猪骹吞足鸡调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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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猪脚囤足机调味。开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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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猪脚囤足机调味。
水开啦，猪脚吞足鸡调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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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啦，猪脚吞足鸡掉哔哔哔哔哔哔哔，哈哈！我回来了，不好意思，我刚又被电话打扰了，天啊！今天好忙哦，天哪，莫名其妙一堆事情888都在今天哦。你们等我一下哦，来，伴奏继续陪伴大家一下。好，我们继续听着，就是我们这个 KTV 版本就碎这个伴奏，然后我来更新一下我们的黑夜也帮我们谢谢122人了，哇，谢谢你们！这位是哪一位大德？又帮我们加入了我们的募资行列了耶！等一下哦，谢谢你们，谢谢你们，すごくありがたいです。好，不是我没有要唱，等一下武谦老师你38啦，武谦老师自己加入自己的募资行列。好，武谦老师，你想在那个龙柱上面留名，我知道，就像呼噜老师说的，他说他在龙柱上面留名，命理师都很喜欢在龙柱上面留名，是吗？命理老师们，谢谢各位与会的命理老师们为我们加持这一次的补助，好不好？不是补助，对不起，好乱，为我们加持这一次的募资方案，这样子，对，谢谢你们，冲起来，然后823-582，贝扎里曼3500，贝扎里扩，换一下，等我一下，823-582。谢谢，我们的募资条要来改一下。好的，贝仔里班3500，贝仔里扣，谢谢你们，最后一里路了，我们把握机会，把握时间，来都来了，250块赞助下去哦，安内人讲会当。
祈求一家有希望月老守护。好，咱过来一拜。OK， 好啦，今天可能就是在那个精神涣散、无限被打扰的状况下，还是有办法好好的练个，没有问题啊。第11首原创曲吗？有啊，第11首的确啦，我们专辑里面很像就是11首呢。以后就是现场唱助声呢，面线喊让大声，让大声，可以耶，好玩耶，可以呀，让大声，哪一首可以现场喊让大往生？让大声跟让大往生，好，我们可以来安排一下第11首。第11首是什么啦？差点以为你安详的睡去了嘛。说那个莫斯瓦给奶，很可怜，要自己赞助自己的薪水自己出。别这么说，我知道命理老师们很喜欢在赞助方案上面留下哈，我们的龙柱上面留下您的名字啦。我是不是也来赞助一下我自己？意思赞助一下。75C 精明干练这样子 ，OK， 好，来，趁着我现在很想睡的这个氛围，我们再来助声一次。过来助声一摆。好，再来一次吧。你们是想被祝生娘娘超生是吗？来祝生，清风下过面，巷仔灯火顶，孤身这多年，才来拄着你，今日的后声。千里传到这，海人生路，谁人来听惜？亲像我安尼人，敢会当幸福？祈求一家有希望月老守护，牵手行咱的路，实现你的梦想。自细娘娘，请你守护。今日的后声，千里传到这，海人生路，谁人来甲咱听惜？亲像我安尼人，敢会当幸福？祈求一家有希望月老守护，牵手行咱的路，实现你的梦想。自细娘娘，请你守护。听头来为着伊，我
我甘愿下将长跪，直到天明。心肝内伊在祈求月亮笑车，亲像我安尼，人敢会当幸福？祈求一家有希望，我努守护。牵手行咱的路，实现伊的梦想。自细牛牛，请你甲咱守护。缘分来到你我之间，手相他，相思恋。有因相相，无因拄则，惨一寡惊梦醒强正，总是会有一天，咱会看天开月影。后红啊，搁遐一领皮烧自细牛牛啊，多谢你的宝贝。啊，先飞啦，泼下水嘞！啊，那哥几拜啊？好棒哦！我觉得我这一次非常的安详，对这一次，但是我自己还没有自己听啦，只是觉得好像，还算 OK 这一次。一个是新生，一个是超生，哈，超生完是新生，善的循环是吧？我们有哪一首歌比较派的啊？比较派的歌我看一下哦，感觉比较派的歌哦，有哦，有，我们有比较派的歌，我想起来了，有哦，有，我们有很派的歌，就派哎，有可以那首歌可以耶。嘿，我们在新生完之后，然后马上接下一首那首歌，嘿，超生你们，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我们可以期待一下，就我们新生完是哪一首歌超度你们，然后对超生你们很棒，对不对？好 ，OK， 自细牛牛，请你甲咱守护。斯巴拉西在那一个。真是太棒了！说时迟，那时快，我们的赞助方案，等一下哦，8235哦，823582哦，对，好，对，就是刚刚那样子，没错，我以为又增加了，等我一下，823582 ，OK， 数字应该没有错哦，目前我们来到了823582 ，OK， 好的，谢谢大家，好，那总之精密的自选曲。猪猪没有意外的话，就是祝生啦，哈，好帮你们赐福啦，新生一下大家，哈。至于超生的那一首歌，卖个关子。七七生说的很清楚吗？这样好害羞哦。大宝老师，你应该知道我在讲哪一首很凶，对，就是就派。有我们刚好真的有一首，就是就派有。对，而且那首歌很嗨，期待坏坏的猪猪吗？可以，那首歌真的很赞，好不好？你看我们大宝老师笑得跟孩子般的，我们的伟伟老师笑得跟孩子般的，你们可以期待一下，对不对？哇，谢谢你们帮猪猪听，对，然后实习生说得很清楚，这样子会不会影响那个就是比赛的状况？我不知道，完蛋了。因为像就是大家听的状况还算 OK 吗？电量不足，等一下，好，对不起，因为我被面补的充电线弄太多次了，所以我现在都基本上它充饱了，我就把它拔掉，然后现在它快没电了，我再把它充起来，等我一下哦。
这个面补成就了我，就是今年度居然有2个翻车奖的片段可以投，我真是该高兴还该难过哈！这个面补，你不是我的友军吗？你应该是我的友军，你应当是我的友军，不是吗？面补，好，他现在应该是帮我充电中了。哦，期待坏坏的猪猪很凶，蒙蔽你们的双眼。有鬼面的那首吗？你们可以，是或不是？对，总之我要卖关子。对，这个东西应该，是或不是？你们就期待一下，觉得没呼吸我就是鬼，因为我现在不晓得说我现在那个调音的状况是不是很 OK 的？对，因为现在完全不晓得大家听起来的品质怎么样。对。我有10鬼面啦，大宝老师，好不好？就派，没呼吸就，没呼吸，我只有另外一批客户，我是这样子。好 ，OK， 好，大宝老师，对我们命理老师基本上对很开心，我们这次的专案都可以就是吸引到与会的命理老师们。然后我很感动的是，还有始料未及的是，这次参与的 B 鹏鹏其实真的蛮多的，对我们的这个专案。对，真的很谢谢大家这么支持猪猪这个专案。我昨天自己在那边数 B 棚的数量真的还蛮多，再加上会师老师们，对大家集结起来的那个能量，好感动哦。什么是好面补？长官，你给我说，你给我好好说话。肯定是开心的嘛，是吗？不合，觉得这个很看评审，是偏向好，然后偏向只是评歌唱技巧。这个其实我就，这个我就不太了解了，而且其实我很不会评这种东西耶，我很佩服评审，因为对我而言，我一定都是全肯定，我到底要怎么去评断一个人唱歌怎么样，或者是演戏怎么样，或者是说他的影片怎么样，完全没办法耶，我就觉得这个都很棒，全部都很棒，完全一点参考价值都没有。对，因为就是最近很忙嘛，但是其实也是会陆续接到一些邀约信件，然后邀约信件有些是采访，然后有些就是邀请可能有一些可能比赛的评审之类的，对，然后我每次接到这一类的邀约，我都会很慌张，对，然后我都会直接跟对方说不好意思，我觉得我不会评这种东西，我就只会全肯定我很担心没有办法给出一个建设性的意见，对，然后可能再加上我真的太忙，如果说就是刚好身边的事情都忙告一个段落的话，搞不好还可以加入，对。你会不会唱跟收音的音质啊？专业评审老师就是这样子嘛，对不对？所以我每次接到这样的一个邀约，我就会丢给大宝老师说：“老师，这个我不会怎么办？老师你要不要去？老师你去好了。”我根本就不会听这些东西，也不会看这些东西。对，因为对我而言，我自己可能会对自己严格，然后可能就是老师们教我怎么做，或者怎么去修改，我会照着做。可是今天我不擅长去要求别人怎么修改，我也不擅长去建议别人说有什么修改方向，我就觉得。そのままでいいよ、構わないよ。就你这样就很好了，对，そのままで，就但是你这样就很好了，对，所以我觉得，哎呀，但是有些专业面你不能给予这样子这么平淡的评语，因为对方如果真的想要改进的话，必须给对方一个方向，可是我给不出来，我就是一个超级没想法的猪。但是我对于就是人家可能给我一些参考方向，我就会死命的去做，因为希望自己可以更好这样。刚愣了一下，想说什么比赛的评审。与会的各位评审们，如果你们刚好有那个过敏性鼻炎或者是鼻窦炎的话，有机会成为鼻塞的评审啦，好不好？OK 的，就是可能你在评审的那个阶段，就是常常会有一些流鼻水呀，或者是鼻塞的这个症状，口麻利马斯呢，跟那评审现场可能那个扫地机器人扫一下，或者空气清新机开一下，就不会成为鼻塞的评审了。谢谢大家。我的水嘞，靠，在这里。我以为我会忘记带进来。肖哥いらっしゃい。鼻塞鼻炎用死死。长官，你的那个年代感飘出来了，不愧是本频道熟男面圣们。对，我们的文化传承，我们就连这个复古广告也要传承下去呢。好，来，我们祝声先到这边。我们今天安详的继续
哦，指定曲的部分随性的再来哼哼唱唱，看能不能唱出另外一种很随性很慵懒的状况，但是应该不太可能。来，因公，我是无路用的少年人。我找一下。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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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你会不会和我一样，觉得自己最多就是这样？你会不会和我一样，希望我别再看错行？哦，等我一下哈。眼中没有其他人，哦，可以。至少我知道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哦，好。OK， 好的。有感冒前早提早用丝丝，不合你的年代感演出来了，但是还好，目前还没有感冒前兆。我最怕的就是现在我感冒前兆，贵州海聊聊。旅游经，水灵宝贝，您的年龄应该，总觉得你应该不会了解这个梗，你却了解，不会是本频道版手，好不好？伊可夫，你们为什么连伊可夫都知道？大宝师好 ，OK， 我们大宝师毕竟是尊贵的熟男，他知道是 OK 的，但是为什么您各位与会的各位熟男们，就是我不记得你们有这么熟？对，台语唱没有用年轻。哦，对，这首歌如果是台语版的，应该会很屌。那广告很洗脑，从小知道现在嘛。幺乌伊拉沙伊可夫，然后伊可夫美悠悠。好啦，你们继续讨论你们的药品哈。对，你们真的很喜欢把我的这个频道变成卖药台。好，来，没录音的少年人，我们来细看买呀嘞。因讲我是无录音的少年家，讲真正是安尼咧。啊！你会不会和我一样，觉得自己最多就是这样？你会不会和我一样，把希望寄托在别人的身上？你会不会和我一样，知道勉强却还在挣扎？你会不会和我一样，被生活覆盖梦想和希望？我们只喜欢小确幸，放弃去改变不公平。我们都空有想象力，你们说的也有道理。我们只喜欢小确幸，放弃去改变不公平。我们都空有想象力，你们说的也有道理。他们说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只顾着自己，眼中没有其他人。他们说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不懂得牺牲，只想过得安稳。他们说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不懂得我又该做好了，不懂得牺牲，只想过得安稳。看错行又看错，好烦哦！不行，唱这首歌不能晃神。
哦，你会不会和我一样，觉得自己最多就是这样？你会不会和我一样，把希望寄托在别人的身上？你会不会和我一样，直到勉强就还在成长？我哪有上 buff？ 你会不会和我一样，被生活覆盖梦想和希望？我们只喜欢小确幸，放弃去改变不公平。我们都空有想象力，你们说的也有道理。我们只喜欢小确幸，放弃去改变不公平。我们都空有想象力，你们说的也有道理。他们说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只顾着自己，眼中没有其他人。他们说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不懂得牺牲，只想过得安稳。我知道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只听见期盼，却不曾看到未来。我知道我是看错行的年轻人，委屈是只能这样喃喃自语。我知道我是看错行的年轻人，只听见期盼，却不曾看到未来。我知道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委屈是只敢这样喃喃自语。阿月，你在不会什么啦？我知道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只听见期盼，却不曾看到未来。我知道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委屈是只敢这样喃喃自语。我知道我是看错行的年轻人，只听见期盼，却不曾看到未来。我知道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委屈是只敢这样喃喃自语。对，明眼你可能打开方式错了，对你那个打开方式不对，我就会变得那个砰砰的。你快点再打开一次，大概就会精明干练了。谢谢。熟悉了，就对，咕咚，你看就只有咕咚安慰我，就只有咕咚给我爱心。阿月不会看错啊，好羡慕哦。对，我又看错行了。我刚刚在那边打预防针，说我不会又看错行吧？就好，很棒，又看错行了。又看错，好烦哦。没有关系，好神中的朱迪卡不会放弃任何一个可以展现精明干练的机会。谢谢志浩，感谢你的赞助。1、2、3，不是1、2、3，睁开眼，继续走。田馥甄的新歌1、2、3，你们听过吗？谢谢我们的志浩成为我们1、2、3人。啊，你感动！志浩说：“猪猪加油，让台语被更多人听见嘛。”谢谢啦，志浩偷偷潜水，谢谢志浩，感谢。不管你们赞助的金额多少，我都有收到你们的心意了。啊，感谢，我快点把这个1、2、3。824-232更改一下，等我一下哦。没开错签，这个才正常版。熟悉猪猪最对，是喃喃自语好，猪猪看错是自己，因为我就觉得不完美了啊！气死我！心中唯一精明干练的地方有什么？对啊，一直都精明干练，知道吗？股东还年轻，
你们这个是什么那种公司行号的那个老鸟？那个老鸟，然后就在带新人的时候，就一副那种对你才刚来啦，对啊，反正待久一点就知道。证明没有被盗，我谢你们了。824232，好痒哦。对，这不是预录，不对，不是预录，好吗？对，绝对不是预录。824232，824-232，谢谢。我们把这个替换一下，好快哦，2点40分了。哎呦，好。多看几场就熟悉了。对啦，第一次啦，怎样？不是预录，要预录吗？可以啊，预录好喝欸。我等等看医生嘛。月饼你怎么了？最近是破杯后，爱 C D。来，我们接下来来自招一下，拜托我自招，不要再看错行了。哦，我的天哪！自招。挚爱 ，OK。却看不出来我在自焚，你是我的挚爱，也是我的挚爱，笑着却真的爱。这首歌真是妈呀，超高难度。我的心，你的心，因没有交集。我看着你，手水里，嘴角毫无笑意，就跟昨天的面不一样，他都不理我。为什么我要这样欺骗自己？说什么你还是当初那个你？那个迷眼你可以关掉，然后再开一次就没事了，知道吗？等我一下哦，挚爱的伴奏比较大声。伴奏声还 OK 吧？哦，好，来吧。我的心，你的心，因没有交集。我看着你，手水里，嘴角毫无笑意。为什么我要这样欺骗自己？说什么你还是当初那个你？我已经没有分辨名利的能力，只能用力吻着你，想要身体留着你。But love is all I can be seen is falling and down， 这样的痛你懂不懂？我看着你，可我心里却空无一人。你是我的挚爱，也是我的挚爱，盲目的等待。你看着我，却看不出来我在自焚。你是我的挚爱，也是我的挚爱，笑着却真呆。爱，肚子好饿哦。想吃炙烧。我的心，你的心，因没有交集。我看着你，手水里，嘴角毫无笑意。为什么我要这样欺骗自己？说什么你还是当初那个你？我已经没有分辨名利的能力，只能用力吻着你，想要身体留着你。But oh, that's all I can be seen is falling and down， 这样的痛你懂不懂？
却看不出来我在自焚。你是我的挚爱，也是我的挚爱。空无一人，盲目的等待，却看不出来我在自焚。你是我的挚爱，也是我的挚爱，笑着这等待。爱，好想吃炙烧哦，我好想吃炙烧，一定不会再另一次吃，不可能的吧？不会的，对，明艳，他不要分车想多投几次，对啦，一次只能投一个呐。等一下吃，等一下吃，我们等一下再吃。你听成蛋疼，没有这么多蛋疼啦，好不好？没有这么多蛋疼，我只是饿了啊。后来。我将会反复同样的歌曲洗脑大家。CD 单，好，没事，我只是回复讯息。OK， 我的心，你的心已没有交集。哦，我今天一直在登出呢。我今天一直账号在被盗，你知道吗？到底谁盗我账号，让我今天怎么这么砰？然后精神力完全不集中。你不要盗我账号，我只是看错行的年轻人，我还有一点用处。不要盗我账号啊！喝口水。就是因为蛋疼，难怪这样子痛，你不懂？对，毕竟我不是男生，我是小女生，我不是男生。嘿，蛋疼，听说很疼。啊，怎么这么好，小喵喵？姐姐肚子好饿。完了，歌词很贴切，原来如此。好啦，的确是呢。我如果了解蛋疼的话，对，我们就真的是兄弟。兄弟，我了解你们的疼了，你们的蛋疼。他们说我是蛋疼的年轻人，年轻人。OK， 没有用，年轻人，别再看错行了，朱迪卡，看错行的年轻人。OK， 行きましょう。但这首歌真的好好听耶，不好唱。你会不会和我一样，觉得自己最多就是这样？你会不会和我一样，把希望寄托在别人的身上？你会不会和我一样，知道勉强却还在挣扎？你会不会和我一样，被生活覆盖梦想和希望？我们只喜欢小确幸，放弃去改变不公平。我们都空有想象力，你们说的也有道理。我们只喜欢小确幸，放弃去改变不公平。我们都空有想象力，你们说的也有道理。他们说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只顾着自己，眼中没有其他人。他们说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不懂得牺牲，只想过得安稳。他们说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只顾着自己，眼中没有其他人。他们说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不懂得牺牲，只想过得安稳。哦，你会不会和我一样，觉得自己最多就是这样？你会不会和我一样，把希望寄托在别
人的身上，你会不会和我一样，知道勉强却还在挣扎？你会不会和我一样，被生活覆盖梦想和希望？我们只喜欢小确幸，放弃去改变不公平。我们都空有想象力，你们说的也有道理。我们只喜欢小确幸，放弃去改变不公平。我们都空有想象力，你们说的也有道理。他们说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只顾着自己，眼中没有其他人。他们说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不懂得牺牲，只想过得安稳。我知道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只听见期盼，却不曾看到未来。我知道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委屈时只敢这样喃喃自语。我知道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只听见期盼，却不曾看到未来。我知道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委屈时只敢这样喃喃自语。我知道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只听见期盼，却不曾看到未来。我知道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委屈时只敢这样喃喃自语。我知道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只听见期盼，却不曾看到未来。我知道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委屈时只敢这样喃喃自语。祝生年牛，多谢你的宝贝。我总算不再是看错行的年轻人了。我知道声光庇佑着我，不要再看错行了，打起精神来，朱蒂卡。最近疯狂睡眠不足，来，你各位走过路过不要错过，来都来了，快点！我们的募资专案倒数一天，最后一天，123个人已经在参加咱的募资的计划，咧募款的计划吼。咱即摆的数字来到着82万，拍摄我头脑打结，82万4232块吼。今天就刚想各位耶，来都来了，那个来了250块最低金额赞助下去，谢谢大家。啊，你们知道我们在创啥好啦？不紧啦，250块传好势就好啊吼。好，文化推啥价呢？文化传承推手呢，很酷，对不对？好，来一下250块，谢谢。啊，喝口水。就这样，不啦，谢谢大家，今天很想睡觉，对，但是我努力的就是还是 handle 住我们这个礼拜最后可以开台的唯一的2天的其中1天哦。明天跟大家奋斗到最后一刻哦。来都来了，不赞助一下吗？没错，不赞助一下吗？对不对？对，是来都来了。最近这句话真的很好用来都来了。安医师是不是来都来了？我们安医师应该已经准备好想怎么样被揍了你看看，我们在这么安详的画面上，我们祝生娘娘赐福大家，好不好？新生的大家，
但不晓得为什么左手边突然出现那个超度手指虎。对，我们不要惹祝生娘娘生气，她直接超度你，我跟你说。至于那个想要准备那个超度手指虎的那些长官长官呐，我的叫你们不对啦。感谢我们长官赞助本频道无数次了。应该说本频道这个专案，我觉得他已经赞助到不晓得他的腿还在不在。长官，你林林总总加起来其实已经有没有那个2-3万了？长官，你的腿还在吗？我希望我在 B Stage 演唱会的当天看到你不是坐轮椅，好不好？对，我希望还可以看到你健全的腿还在，好不好？没有被夫人打断腿啦，好不好？好，与会的各位贵宾手男们，好不好？啊，是我们的伴伴歌神伊奈夏，欢迎我们新增管理员，亮亮的扳手有没有收到？我们的伴伴，我们的原创曲即将在27号要首播了，拖下追来。然后大家应该知道伴伴是半点先生吧？就是那个歌神，对，就是有他在，我绝对不可能会获得那个演唱实力奖。对，我只是投个分母的，你们知道吗？有他在，他就是准备领奖的那个。他实在是太会唱了，我就只是来当个分母而已，你知道吗？练心酸的。半点啊，不是伴伴先生，你这次的指定曲已经有确定要哪一首了吗？还是说伴伴这一届不想参加？应该不会吧？应该还是会参加一下嘛，来都来了，对不对？一只脚，你还剩一只手。长官，你健全的出现好吗？你10月18号一定要健全的出现在我眼前好吗？不要这样，没有，我不是我就是要这样子，因为真的太会唱了，你知道吗？太会唱了，跟我一样吗？你是说没容易的少年家吗？你说这首歌吗？没容易的少年家吗？可是我其实可能不是投这首歌还是说你是要投自爱制造的爱吗？哪一首？天哪，半点的制造的爱感觉也很屌半点不管哪一首都很屌，好想听哦好想听哦等一下，对，是歌神哦，我们的半点，对，只要有他在，我那个演唱实力奖是拿不到就是头心酸，你知道吗？OK， 半点这首歌 ，OK， 我大概可以想象他很磁性的声音去诠释这首歌。好 ，OK， 好 ，OK， 太棒了，半点要来碾压我们了。对，然后他们说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嘛。好 ，OK， 那我不要参加这首了，我们参加下一首。给他刚没戏，你栽了。半点要这首，好，那我不要了，我要那个自爱，谢谢。歌声接吻男人就是谢谢菜菜伊拉夏那马克先生也来了，是歌神啊，半点真是歌神，而且我记得就是在那个去年的金米奖，其实颁奖典礼之前我们知道彼此入围了嘛，对，但是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在私讯在聊说，我们其实那个时候就已经有在想说要瞧那个联动时间，只是刚好我们瞧的那个时间，我就是在今年的年中前后疯狂感冒，然后疯狂 COVID-19 确诊，然后声音完全是没有办法开台的状况下，对，所以我们的联动一演再演到天荒地老。那时候我就是跟半点就是跟他讲说，好，那个半点你那个准备领奖了。我那时候就很确信说他绝对就会是那个得主啊，因为我觉得他的声线真的是太特别太优质了。对，他们说你是最会唱的年轻人，是真的是很会唱，超级会唱。好，我们半点要我们半半要就是投那个，他们说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好，那我决定要投挚爱了，谢谢。我们半半都要投，我喜波龙元少年郎，那我还唱什么唱？我唱挚爱好了啦。笑到年底，对，大家都忙到疯掉。对，而且半半的有没有看到他 2.0 超帅的，有黑跟白，而且其实半半原本 1.0 就已经有黑跟白了，只是这次又更加的再度强化。超级帅气，大家订阅起来。然后明天我们半半的原创曲也是要露出咯好可怕哦这一届好多竞争对手，好可怕大多 B 的指定曲应该就是要围绕这2首歌来选嘛。真的吗？8月1号先生，因为其他的 B 鹏鹏我还没有时间去可能他们开台的时候去打招呼之类的，但是我觉得最近就是迎来很多 B 鹏鹏愿意来赞助，所以我之后等我们的募资活动结束，我会在他们配信的时候快点过去打扰一下，然后感谢他们一下这样子。对，我还不晓得他们到底要投什么酒助情缘没机会了吗？
也不是没机会啦，我今天晚上再抉择一下。对，期待迪卡专辑吗？啊，干巴迪马斯，谢谢谢谢，我们努力的就是在爆肝，把我们的肝脏变成了那个专辑的形状。努力啦，我们会努力，而且就是这一次台语专辑制作真的学到了很多东西，就台语歌又是另外一个层级、另外一个境界的一个融合，好好玩。嘿，虽然说难度高，可是我觉得会越来越好的。对，叫我靠九州青，九州青烟，明天你们中原普渡歌会听到啦。好，麦安内赫吧，麦安内赫吧。好，也谢谢伴伴过来跟我们一起玩。我今天超级想睡觉，嘿，但是我今天先把那个自选曲的部分稍微唱了一下，应该感觉有一个 part 是可以丢出去的，但是我想说，我明天可能还是会继续再唱，嘿，明天结束之后再来决定要丢哪一 part 这样子。好。我们谢谢伴伴的赞助，感谢彩绘聊天室，爱加油，呵，我也要加油。对，只是那个耳朵怀孕讲的这个演唱实力讲这个，我就是当分母啦，伴伴。对，这有伴伴在我就是来个参加心酸，你知道吗？参加心酸。谢谢伴伴，我会加油，各方面，对，努力加油。谢谢，好暖心哦，大家。刚温刚下。谢谢，好感谢。对，好，我在歌神面前，我要来唱很难的自烧的爱，好自烧，好难唱。好，来，你再来自烧一次。伴唱是，伴要唱，我是无路用的少年郎，这才是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这首歌实在是太具竞争性了，对，我要鬼转，马上鬼转到底是多怕？我跟你讲，超怕，到底多怕？就是超怕，懂吗？很怕，瑟瑟发抖的怕，知道吗？来，肚子好饿哦。我们再把自烧的爱开起来。等我一下，我再确认一下伴奏。对，伴唱。其实我也很想听看看伴伴唱《挚爱》我觉得他的风格一定又是另外一种程度，对，不知道该怎么讲，就很屌。有机会希望可以听到哦，《至少的爱》来吧，就拍请伟这条光哦。我的心，你的心，因没有交集。我看着你熟睡里，嘴角毫无笑意。为什么我要这样欺骗自己？说什么你还是当初那个你？我已经没有分辨名利的能力，只能用灵吻着你，想要身体留着你罢了。It's all I can be seen is falling and down， 这样的痛你懂不懂？我看着你，可我心里却空无一人。你是我的挚爱，也是我的挚爱，盲目的等待。你看着我，却看不出来我在自焚。你是我的挚爱，也是我的挚爱，笑着车间待。我的心，你的心，因没有交集。我看着你
手雪里，嘴角毫无笑意。为什么我要这样欺骗自己？说什么你还是当初那个你？我已经没有分辨名利的能力，只能用力吻着你，想要身体留着你。But it's like everything is falling and undone。这样的痛你懂不懂？我看着你，可我心里却空无一人。你是我的挚爱，也是我的挚爱，盲目的等待。你看着我，却看不出来我在自焚。你是我的挚爱，也是我的挚爱。空无一人，盲目的等待，却看不出来我在自焚。你是我的挚爱，也是我的挚爱，笑着却真的爱。有救护车，他又经过我家门口，然后就走了。哦，挚爱的部分，斑斑在歌回有唱过是字，那我要去翻翻看，我要去偷他看他那个怎么唱的技巧倒过来，有没有很过分？别人是伴唱，那是猪唱，哎，对耶，没错。因为斑斑有很多那个唱歌技巧是会让人家很惊喜、很惊讶的。好，斑斑，我要去偷一下，谢谢。好，我要去偷了，很坏。我要去偷斑斑的技巧过来唱，这样就很坏。笑死我，这今天带什么东西啦？肚子饿，对，真的是唱到肚子饿。你注意力超级不集中，这首歌超级难唱，超级难唱，难唱到不行。对。好啦，所以我今天晚上可能还会再抉择一下。我连昨天我唱的那个状况我都还没去有时间去听完。对，你们两位要一起吃。好，马克先生，我看出来那个了。斑斑，你看得出来这位马克先生在当我们什么吗？等一下，我偷不了技巧了。等一下，哦，那个是2点哦，等一下，所以说那个是之前已经算是 1.0 的状况的影片了吗？好，我偷不了技巧了，可恶！那个家传的技巧不见了，那个半家传技巧已经没人可以偷到了，传说中的武功秘籍得不到了，真的吗？我要去翻，可恶！我得不到这本武功秘籍了 ，My God！ 马克先生，你说我们扮猪吃老虎？没有啦，我们没有吃老虎，没有这种东西。哦，陈峰的，那是陈峰的武功秘籍，我居然偷不到了，怎么可以这样子？啥秘密？不过可以听他们去偷半的，他们说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的武功秘籍。好，这个应该是公开的，让他偷过来，然后半怎么唱就怎么唱，这样。对，他哇就是那样子。祖传秘方，多组团的蜜蜂，袂当对你讲，搁杀一个，搁翕一个，哦，烧酒下，哦，莫有个，袂当偷你偷摕，也搁小看姐姐，搁等一个。就好些，就胖，就胖，就胖，就别胖，就别胖，就别胖，就胖，就胖，就胖，上个胖。那是你用爱用心如这。
界的奇妙。然后越唱越饿，哦，不过可以听，好 ，OK， 影片还在，好，影片，好，我懂影片，然后都，好要参加，都要参加了，而且这一届其实我觉得想玩的东西比较多，所以我也是尽可能能参加就参加这样子，要参加，真的，哇，来，我今天一直在晃神。然后真的是一转眼呢，其实是到那个9月2号大家投起来，对。不过因为我还有好多企划书没写，所以基本上应该是明天我们募资活动跑到最后的阶段呢，我可能礼拜4开始会跟大家请假，就跟大家请假，对不起，我真的要好好的把我们的企划书把它完成，这样子，好痒哦。哦，谢谢大家。然后不晓得大家昨天有没有听到《祝生》这首歌了？对，就是猪猪频道的第2首原创曲《祝生牛牛》。我后方这位与时俱进，对，我每次都会讲成与时进剧，那什么东西？晋级的巨人。讲那嘎达，几个与时俱进。的这位朱生娘娘手上持有平板是很正常的事情，对我而言，生命基本上应该都是像我们一样，有各式各样的办公用品，才有办法倾听全世界人的心声。对，所以帮他们配备一个平板电脑也是非常没有问题的啦。谢谢大家。昨天我们公开的这一首《祝生》，不晓得大家还喜欢吗？很安详的一首歌。清风下过明，巷仔灯火冷，孤身这多年，才来拄着你，今日的后声，千里传到这。海人生路，啥人来听惜？亲像我安尼人，敢会当幸福？祈求一家有希望，越努守护，牵手行咱的路，实现伊的梦想。祝生牛牛，请你祝福。今日的后声，千里传到这，海人生路，啥人来甲咱听惜？亲像我安尼人，敢会当幸福？祈求一家有希望，越努守护，牵手行咱的路，实现伊的梦想。祝生牛
请你赐福。听头来为着伊，我甘愿下将长跪，直到天明。心肝内伊在祈求我让就请。亲像我安尼，人讲会当幸福，祈求一家有希望，我都守护。牵手行咱的路，实现伊的梦想。祖先娘娘，请你甲咱赐福。缘分来到你我之间，手相他，生死恋。有因相想，无因自食，惨一寡惊梦醒强正，总是会有一天，咱会看天开眼。后红，搁遐一领皮烧祖先娘娘啊，多谢你的宝贝。啊，水啦，可是圣杯哦！我今天跟祝生娘娘求了好多圣杯啊呢。等一下，我的聊天室怎么又不见了？你们怎么都不见了？你们又不见了！今天与会的各位，你们怎么又不见了？不见的你们，不见的面线，我还要再把你们叫回来。转来阮身边一下，来，好，后一首歌转来阮身边。啊，谢谢马克先生，谢谢马克先生，感谢感谢感谢，谢谢谢谢，哇！突然送出了5个汇集是吗？好，谢谢马克先生突然送出了5个汇集，只是崩裂后期，对。就是要感谢祝生娘娘的赐福吗？好，谢谢马克先生。对，好，来喝水水。好，谢谢你们今天陪我。对，时间不够了，然后精神又涣散。对，但是。最后1里路，不管是金币的实现，还是我们最后能够配信的时间的实现，对，谢谢你们陪着我哈，一直反复唱着，一直反复唱着，总是会有一段觉得还算可以丢出去的吧。好。那我们再来自烧一次。我都忘记先把这些伴奏先上传 YT 了，太忙了，我的天哪，哦，真的好忙。等我一下哦。好，这样子应该 OK。再来陪我一次自烧的爱吧。哦，哦，我的心，你的心，因没有交集。我看着你，熟睡里
嘴角毫无笑意。为什么我要这样欺骗自己？说什么你还是当初那个你？我已经没有分辨名利的能力，只能用力吻着你，想要身体留着你吧。It's like everything is falling and done， 这样的痛你懂不懂？我看着你，可我心里却空无一人。你是我的挚爱，也是我的挚爱，盲目的等待。你看着我，却看不出来我在自焚。你是我的挚爱，也是我的挚爱，笑着却真待。爱，我的心，你的心，因没有交集。我看着你，手水里，嘴角毫无笑意。为什么我要这样欺骗自己？说什么你还是当初那个你？我已经没有分辨名利的能力，只能用力吻着你，想要身体留住你。But it's so like everything is falling and done， 这样的痛你懂不懂？我看着你，可我心里却空无一人。你是我的挚爱，也是我的挚爱，盲目的等待。你看着我，却看不出来我在自焚。你是我的挚爱，也是我的挚爱。空无一人，盲目的等待，却看不出来我在自焚。你是我的挚爱，也是我的挚爱，笑着却真待。谢谢思琪来到啾啾频道陪我反复练唱。好。其实你们这样子反复这样子听我唱同一首歌啊，你们会听到有些东西是不一样的吗？还是根本就没差，根本就一模一样？因为我自己其实也是蛮专职耳包的，我就是如果要听这个人一直唱同一个东西，然后我会听不出来到底哪里不一样。可是音乐老师们他们的耳就很尖就一点点不一样他们也听得出来啊，好羡慕哦。好，喝个水。猪猪今天大概可以陪大家大概到4点这个时间吧。对，然后最后就是很想睡的猪猪，还是继续宣传那个走过路过，不要错过来都来了，我们的募资最后阶段，以及我在 Double 老师有帮我们加码10000元抽奖回馈金的活动，10000元购物金，扬声宝10000元购物金呢，就贵呢，价值10000元哦，好不好？大家可以参加一下，在猪猪 Twitter 的置顶的那一则贴文，我现在把这个贴上来。等一下，欧雷先生，你学坏了。欧雷先生，你刚来的时候很乖的，你是交到了哪一个坏朋友？你一定是交到了某一个坏朋友。Harry 先生说一模一样就怀疑是不是假唱了吗？也是哦，童叟无欺，对，猪猪不假唱，绝对绝对不是半唱带，真的是童叟无欺，没错。好，
你是我的挚爱，也是我的挚爱。哇啊，好难唱！你是我的挚爱，也是我的挚爱。你是我的挚爱，也是我的挚爱。笑着，我的心，你的心已没有交集。我看着你，什么时坏的路径时？我练先生果然是个成熟的大人，一定也是熟男等级的，非常懂得什么是应对进退，入境随俗。无期，好哦，无期。你看有爆发力和爆发力的人参加比赛很有优势嘛？我想一下，我接触过的老师都说是啦，就是太有爆发力了，所以那个前面都不懂得收。他们通常要提醒我的时候，猪猪你再收一点，不是猪猪这个太多了，收一点哦，我要用尽浑身力气去收。所以就是为什么我这次的助声，我那时候有一度觉得说我不会唱歌，因为这首要很收、很柔、很祥和、很忘我、很安详、很宁静，对。所以我一度找不到说我应该怎么唱它，但是好像大概还好，还算有把它算是唱成了一个助声的样子，对。啊，CK 老师你拿一下，CK 老师我这两天就会把我们的助声带去给助声娘娘听，真的，我已经把我的那个平板准备好了，对，随时可以带过去，不会记得啊，娘娘喜欢吗？然后过去照相记录一下。我要放进金币奖的计划书，真的，我要跟大家慎重介绍，就是关帝庙里面的诸神娘娘，她真的好慈悲，好慈祥。对，这首歌其实当初想要制作的时候，然后画这个算是曲会的这个状况的时候，其实我有想说过去把个杯询问一下神明的意见，说诸神娘娘很期待耶，她真的好慈悲哦，我怎么拔怎么都行杯耶，怎么都行杯啊，诸神娘娘好可爱，好期待这样子。生命真的是很慈悲，我的心，你的心已没有交集。我看着你，手势里嘴角毫无笑意。为什么我要这样欺骗自己？说什么你还是当初那个你？我已经没有分辨名利的能力，只能用力吻着你，想要身体留住你。But feels like everything's falling and down. 这样的痛你懂不懂？我这次不要看歌词好了，我总觉得歌词有时候都会让我措手不及，我不知道怎么讲那种感觉。看歌词对我而言，在表演上面是一种阻碍耶，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超级阻碍。但是偏偏我现在的记忆力已经没有像以前这么好了，我现在脑容量那个比金鱼还要再少。我的脑容量不如金鱼，你们知道吗？过目就忘啊！在想怎么拍，好，没关系，谢谢 CCK 老师。我是觉得真的方便再去就好了，因为就是 CCK 老师很可爱，就是他说妈祖托梦给他要支持猪猪 IP， 帮猪猪画图，真的是太感谢妈祖了。对，然后如果有去妈祖庙一趟，我有跟 CCK 老师讲说，方便的话也帮我记录一下，我觉得这真的是太可爱了，就是很希望有记录的照片。对，然后基本上，但是也是看老师方不方便。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值得纪念的东西。好了，我这次我不要看歌词看看，我不要看歌词，就没有看错行的意外了，就没有看错行这件事情，顶多就是忘词，对吧？好，你们等我一下哦。清风下过明，巷仔顶花林，孤身这多年，才来拄着你。今日的后声，千里传到这。好了，我不是要背这个，我这个已经背起来了。那挚爱的歌词我就放着了。挚爱哦，我的心，你的心已没有交集。我看着你，手水里
嘴角毫无笑意。为什么我要这样欺骗自己？说什么你还是当初那个你，我已经没有分辨名利的能力，只能用力吻着你，想要身体留住你。But oh, it's so I can't be seen as falling and down. 这样的痛你懂不懂？我看着你，可我心里却空无一人。你是我的挚爱，也是我的挚爱，盲目的等待。你看着我，却看不出来我在自焚。你是我的挚爱，也是我的挚爱，笑着却真待。我的心，你的心，因没有交集。我看着你，手水里，嘴角毫无笑意。为什么我要这样欺骗自己？说什么你还是当初那个你，我已经没有分辨名利的能力，只能用力吻着你，想要身体留住你。But oh, it's so I can't be seen as falling and down. 这样的痛你懂不懂？我看着你，可我心里却空无一人。你是我的挚爱，也是我的挚爱，盲目的等待。你看着我，却看不出来我在自焚。你是我的挚爱，也是我的挚爱。空无一人，盲目的等待，却看不出来我在自焚。你是我的挚爱，也是我的挚爱，笑着却真待。你才煎蛋，你全家都煎蛋哦！救命救命，啊死啊死！好啊，我们又知道一次了呢。好的，先按呢啊！你是我的挚爱，你是我的挚爱，也是我的挚爱，你是我的挚爱，也是我的挚爱。啊，你是我的挚爱。其实也是可以唱这种方式，好好玩哦。哎，不好意思，我一直在试不一样的那个唱法，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很无聊啊？如果很无聊的时候，那个莫西巴跟奶好，但是下次还会，下次还会。好啦好啦，我想再试一次。你是我的挚爱，也是我的挚爱。好好，这个唱法好好玩哦！我要再唱一次，我们再自烧一次。哎呦，我的那个自烧轰炸，大概明天会最后一次啦，好不好？哎，应该不会，下次还会，下次还敢。自烧的爱，再一次自烧哦。哦，我的心，你的心，因没有交集。我看着你，手水里，嘴角毫无笑意。为什么我要这样欺骗自己？说什么你还是当初那个你，我已经没有分辨名利的能力，只能用力吻着你，想要身体留住你。But oh, it's so I can't be seen as falling and down. 这样的痛你懂不懂？我看着你，可我心里却空无一人。你是我的挚爱，也是我的挚爱，盲目的等待。你看着我，却看不出来我在自焚。你是我的挚爱，也是我的挚爱，笑着却真待。
爱。我的心，你的心已没有交集。我看着你秀水里嘴角毫无笑意，为什么我要这样欺骗自己？说什么你还是当初那个你？我已经没有分辨名利的能力，只能用力吻着你，想要身体留住你。But it's all I can be seen is falling and undone。这样的痛你懂不懂？我看着你，可我心里却空无一人。你是我的挚爱，也是我的挚爱，盲目的等待。你看着我，却看不出来我在自焚。你是我的挚爱，也是我的挚爱。空无一人，盲目的等待，却看不出来我在自焚。你是我的挚爱，也是我的挚爱，笑着这真待。好，谢谢，这一趴好好玩哦。我不知道该怎么讲，我觉得对我而言这是一个软趴趴的一个唱法，但是这个软趴趴也一点也没办法软趴趴呢，还是得要肚子用力。好的，我们要软趴趴的状况下，这首歌最适合。很像又几天没唱了，我不知道会不会忘记，但吹吹看吧。等一下哦。不在这里吗？不然我放去哪里呢？啊，在这里，在这里。哦，用直销的那个，感觉很像，感觉怎么感觉主歌咬字清楚了一点吗？哦，真的吗？哦，主歌咬字有比较清楚吗？反而这样比较清楚，是不是？我刚刚干脆把那个歌词丢掉，猪猪边唱我们边改歌词。对，我们是要选原唱实力奖的状况。我偷改歌词了吗？我有偷改歌词吗？等一下，哪里？我有偷改歌词吗？哪里？我刚唱错了吗？怎么办？我刚唱错，我不知道我哪里唱错了我哪里唱错了？我有偷改歌词哦。好了，我拿去看回放，我拿去听回放。好，这个绝对是大忌，不能改歌词。但是如果说的那个是煎蛋的部分煎蛋的部分不是我的锅。来，我们真的来桑子嘞荷尔蒙就好吃的。早起春轮无话总嘛散细，下晡油温目屎刷淋落来，是谁来控制？变命那变做，心情身体无咧听我的，两面好天。两面乌云，
两面春风吹来，两面眼泪，两面烧烫烫。虽然记记摇拢摇袂离，怨妒怨妒，别个做卖荷尔蒙。快乐快乐，别个做卖荷尔蒙。起起落落，别个做卖荷尔蒙。哎呀呀呀呀，迷人的烦恼。这首歌真的就送诶，有够送诶送啊！早起出门，无话讲，嘛敢若明早哪会下晡又问，一想要怪伫房间，是谁来控制？谁来控制？边边那边坐，心情身体，那亲像是别人的怨妒怨妒。Because of my hormone，快乐快乐 ，Because of my hormone，起起落落 ，Because of my hormone，哎呀呀呀呀呀呀呀，迷人的烦恼 ，hormone hormone，哒哒哒哒哒哒。Hormone, hormone,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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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Hormone, hormone,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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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 Hormone, hormone, 迷人的烦恼。Because of my hormone。就送的一首歌，够好听的。荷尔蒙后，我再看一下有没有什么歌要唱的。我在试一反他们说我是没用的年轻人，我把它唱得很懒散，看看好了。你会不会和我一样，觉得自己最多就是这样？就一开始很没用，这样。你会不会和我一样，把希望寄托在别人的身上？好好玩哦，我们来玩一下。你会不会和我一样，觉得啊，却还在挣扎啊？完蛋了，这首歌没有办法背歌词，连看歌词都会看错行，没办法背啊，只能看啊。哦哦哦，万多万多。Because of my hormone， 哎呀，我们要当个非常没用的年轻人，我们要很没用看看。你会不会和我一样，觉得自己最多就是这样？你会不会和我一样，把希望寄托在别人的身上？你会不会和我一样，知道勉强却还在挣扎？你会不会和我一样，被生活覆盖梦想和希望？我们只喜欢小确幸，放弃去改变不公平，我们都空有想象力，你们说的也有道理。我们只喜欢小确幸，放弃去改变不公平，我们都空有想象力，
你们说的也有道理，他们说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只顾着自己，眼中没有其他人。他们说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不懂得牺牲，只想过得安稳。他们说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只顾着自己，眼中没有其他人。他们说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不懂得牺牲，只想过得安稳。你会不会和我一样，觉得自己最多就是这样？你会不会和我一样，把希望寄托在别人的身上？你会不会和我一样，知道勉强却还在挣扎？你会不会和我一样，被生活覆盖梦想和希望？我们只喜欢小确幸，放弃去改变不公平。我们都空有想象力，你们说的也有道理。我们只喜欢小确幸，放弃去改变不公平。我们都空有想象力，你们说的也有道理。他们说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只顾着自己，眼中没有其他人。他们说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不懂得牺牲，只想过得安稳。我知道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只听见期盼，却不曾看到未来。我知道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委屈时只敢这样喃喃自语。忘了，只听见期盼，却不曾看到未来。我知道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委屈时只敢这样喃喃自语。这一次没看错，好像自己忘记段落。我知道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只听见期盼，却不曾看到未来。我知道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委屈时只敢这样喃喃自语。我知道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只听见期盼，却不曾看到未来。我知道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委屈时只敢这样喃喃自语。错行了无奈感的没有用的年轻人，对，反正都没有用了嘛，都已经没有用了，就这样没用一点，然后之后再气愤，之后再变成愤青这样子，对。哦，你说巴萨诺瓦版的吗？巴萨诺瓦版，我靠，那要怎么唱？现在真正没用的腰酸背痛，没有啦，你只是腰酸背痛而已。维明你好，听起来真的蛮没用的。我觉得一开始这样子就是好，反正我就没用啊，对，反正就是没用了，那我一开始就没用到底啊，那种感觉，对不对？反正都这么没用了。小狐狸拉塞，好啦，来，你们再陪我最后一次没用的年轻人。刚刚的那个伴奏跟我的声音还算 OK 吗？伴奏跟我的声音没问题的话，我就不调整了，我们就
今天的最后一次没有用的年轻人。最后，我们明天中原普渡歌会也是会在套中岛举行，然后晚上真的是难得的会跟大家一起，从此我们最后一趴。然后我们是不是有新的赞助者了？谢谢这位是我们这一次的算是工作人员之一吗？谢谢你，天哪，谢谢你们是我的天哪 Lefty 好 Lively， 对不起，我英文太烂了，我需要那个 Google 小姐帮我引导一下。谢谢 Lively 也加入我们的专案，是我们这次的伙伴之一，谢谢你，谢谢感谢伙伴们，你们好棒，有你们真好，伙伴们。好，那我们现在的赞助金额来到了，等一下824,482，好不好？824,482，824，谢谢你们！天哪，好挺，谢谢。对，就是前面要很没用啊，然后唱到一半翻车，然后就真的很没用，这样。就是我想说，反正都这么没用的，我就一开始就真的很没用啊。然后没用到后面，就是有一些愤青的感觉，反正我就是这么没用了，对。然后越唱越生气，这样。好了，我把我们那个金额修改一下，谢谢 Lively， 然后824,482，然后再来没用一下，482，只要250块就可以赞助我们专案哦。我们最后一天了。好，等我一下哦。我差点要讲成只要250块就可以很没用。救命！我真的累了，我天哪！最近极度的睡眠不足，只要250块就可以很没用哦，谢谢你们。想成为没用的年轻人呢？只要250块就可以让你们觉得很没用哦。我已经不知道我自己到底讲什么，你知道吗？ OK， 没有用的年轻人，好玩哦！这首歌其实要玩还蛮有趣的。最后把张力唱出来，一开始就真的好没用，这样对，反正我就没用，我就烂那种感觉。反正我就这么烂啊，这么没用啊！一开始就是要唱的很没用。糟糕，等一下，复制错误。好，这首歌好好玩哦！这首歌我再来玩一次，就一开始唱的很没用这样。等一下，不要，怎么了？噔，好，差一点回我吗？再来没用一下，对，没用，然后再没用一下，然后我们要把这个没用感唱顺。等一下。250块就可以感觉很没用，这样子是这样子吗？好，我们谢谢长官，谢谢想要被我们超度手指虎惩戒处刑的这位长官，示范了什么叫做250块给你一个很没用的人生，这样子不管是3枪赞助亦或是现在我们彩绘聊天室你想成为一个没用的年轻人都欢迎彩绘聊天室，或者是3枪赞助起来，让你成为一个很没用的年轻人，这样250块。到底什么东西？我就烂那个比赞的贴图，对，只要250块，你就可以成为很没有用的年轻人，很烂的年轻人，这样。对哦，是个250这样子，是，嘿，250这样子，是个250，这个到底是包还是扁啊？对，而且还是手指虎的颜色哦，250块还是一个超度手指虎的颜色，对不对？是不是？250块，嘿，让你可以实现很没用的梦想，这样。这个就是灵魂燃烧殆尽之后开始胡言乱语了，你知道吗？这3个月灵魂燃烧殆尽的朱蒂卡开始胡言乱语，这样。对，但是谢谢最后一趴继续加入我们募资专案的，只要250块就可以让你很没用，不加入吗？想要没用一下吗？来250块赞助下去，让你很没用，好不好？250块，
么了？是个250，好，是个贬义。OK， 好了，这样子就有了，对，这样子就相通了，不是吗？反正就是没用的年轻人啊，觉得自己最多就这样啊，希望最后在别人身上什么都不会啊，还是真假屁啊，没用啊。对，就这个氛围很没用，对，就是要唱的这么没用。我们再来没用一次看看。我来感受一下没用的年轻人一开始是怎么样的没用，很没用的唱法，我来试看看。你会不会和我一样，觉得自己最多就是这样？你会不会和我一样，把希望寄托在别人的身上？你会不会和我一样，知道勉强却还在挣扎？你会不会和我一样，被生活覆盖梦想和希望？我们只喜欢小确幸，放弃去改变不公平。我们都空有想象力，你们说的也有道理。我们只喜欢小确幸，放弃去改变不公平。我们都空有想象力，你们说的也有道理。他们说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只顾着自己，眼中没有其他人。他们说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不懂得牺牲，只想过得安稳。他们说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只顾着自己，眼中没有其他人。他们说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不懂得牺牲，只想过得安稳。你会不会和我一样，觉得自己最多就是这样？你会不会和我一样，把希望寄托在别人的身上？你会不会和我一样，知道勉强却还在挣扎？你会不会和我一样，被生活覆盖梦想和希望？我们只喜欢小确幸，放弃去改变不公平。我们都空有想象力，你们说的也有道理。我们只喜欢小确幸，放弃去改变不公平。我们都空有想象力，你们说的也有道理。他们说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只顾着自己，眼中没有其他人。他们说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不懂得牺牲，只想过得安稳。我知道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只听见期盼，却不曾看到未来。我知道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委屈时只敢这样喃喃自语。我知道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只听见期盼，却不曾看到未来。我知道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委屈时只敢这样喃喃自语。我知道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只听见期盼，却不曾看到未来。我知道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委
委屈是只敢这样喃喃自语。我知道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只听见期盼，却不曾看到未来。我知道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委屈是只敢这样喃喃自语。这首歌从一个没有用的氛围唱到了一个愤青，唱成了一个愤青的形状，好愤青哦，没用的风格。哦，真的吗？就是没用的风格还不错，是不是？我们找到了还不错的玩法，怎么办？又是选择性障碍了，不想跟着唱出来吗？就唱啊，就唱啊 ，OK 的。对，只是你们大家都很赞，都是非常优秀的熟男，好不好？帮长官扁啊，感谢扁，包扁啊！好，时间来到4点，我来选择性障碍一下。我们先来找嫁诺的老婆们吗？我先休息一下，继续选择性障碍，然后明天我们中越普渡歌会见。然后晚上会有很难得会出现的冲刺，最后一里路，我们的募资专，然后可能是你们哄睡我台，不是我哄睡你们台，可能会看我一直在打瞌睡什么之类的，真的是很难得会在晚上出现的我，对，然后反正不管结果如何，就是陪伴大家到11点59分，可能也是会唱唱歌、聊聊天。大概这种感觉，然后因为明天晚上是很想睡的氛围，搞不好可以把没用的年轻人唱得更没用，因为很想睡的更没用那样子。好啦，我觉得这个氛围很有趣呢，对啊，超有趣的。好的，真的是可以唱歌真好唱歌真的有好多好多的面向，好多好多的情绪。好，最后的最后，我们来到钢琴版本的这个助声，来迎来我们今天的尾声了来，好，这首歌真的好安详哦，超安详的，安详又好听。好，来，谢谢大家今天陪猪猪反复练习听腻到不想再听的这些歌曲，对，我们希望可以找到一个最好的这一 part 丢出去后，来，我们去找 BB 泡影残响的演出新的后日谈，我们去跟 BB 打个招呼，去打扰 BB 一下，也是 BB 之前找安台之后都会降落过来找猪猪玩哈，感谢 BB。然后感谢今天陪伴猪猪的大家，感谢今天参与募资活动的你们，感谢走过路过想成为没用的年轻人的你们你们都超棒。好啦，真的是倒数最后一天了，然后也别忘了猪猪 Twitter 的置顶贴文，还有现在您各位的置顶连结上方点下去，我们 Double 老师有10000元购物金加码，养生宝购物金10000元呢，不抽起来吗？来，我们明天晚上就会抽奖了吼，大家记得抽起来哦，谢谢你们。那么我们切到片尾。それでは間もなくピピちゃんの枠に到着いたしますので、シートベルトしっかり締めてください。我们即将要降落到 BB 的频道啊，然后我要讲什么？脑袋打结。好，とりあえず5秒前。我刚刚一下子有什么事情要跟你们讲，我忘记了，有什么事情啊？我想想。好，算了，忘记了。忘得彻底，妈呀！
好啦，我想到再跟你们讲。好啦，先这样子，大家拜拜。明天电玩 PODO 的歌会，咱哥再来见面哈。明天中原普渡歌会，久住青烟，六处纷飞。拜拜，拜拜，拜拜。